拉字语言028，两只鸟鼠，两只头前真好的鸟鼠，一只住人厝斗，一只住伫田洋。田洋鸟鼠招待厝斗鸟鼠去田园佚佗一天。厝斗鸟鼠讲：田洋讨食若去食，有够可怜。规气煞来甲我做伙住。田洋鸟鼠来到人厝斗，看到好食物，逐项有，足新鲜。当因开始要食的时，汪一声，人家厝鸟鼠随时走甲无看饲影，害田洋鸟鼠米点倒骹，行甲皮皮喘。原来有人入来，无偌久，汪一声，人出去啊。因阁准备要食，又阁听到人的脚步声，人家厝鸟鼠随时阁走甲无看影。田洋鸟鼠共款米点倒骹，毋敢出来。头食2摆无成，行甲闪屎的田洋鸟鼠，袂记得巴肚枵甲要死，还是转来田洋，脚踏实地讨趁较自在。这种插拉生活我无爱，为简单生活较自在，惊吓恐怖的享受颠倒害。